牡丹溪甲白拿溪相交的双溪，我的故乡。自细汉我就伫遮落踅。这是一间专门用纸做生准甲王船的店。人讲一纸二图三茶四石五金，纸是上界有灵有声的材料，会当甲咱人的心意寄予神明知影。俗语讲哦，千军万马一张纸，万丈关楼一支竹。只要纸甲竹，就在创造世间万物啊！哎，这不是我做的含泪挂关水，那会这是？你的温柔，亲像锁链将阮绑条条。